我要盡量將個時間控制喺5分鐘之內，我講完。咁咧而家係講個解決問題嘅方法。身體裏邊咧有90%咧係屬於水分嚟嘅，所以水飲方面咧飲水咧對我哋係非常重要。其實好多身體嘅問題咧飲水足夠嘅話咧就解決咗8、9成㗎啦。接落嚟咧就係食。嗱食嘅嚟講咧，喺我講咗食得慢啦。同時咧要食有營養嘅，就係、是、我哋要食一啲淮山、慈實、薏米，將佢浸咗之後擺入雪櫃，再擺入同辣嘅煲。咁咧就喺米飯裏邊咧加多一啲淮山、慈實、薏米。咁呢個咧係可以令你嘅脾臟咧恢復功能嘅，因為營養不足就係呢個脾臟咧功能失去啊。所以你食咗淮山、慈實、薏米食得多嘅時間咧，個脾臟就會恢復功能，就恢復嗰個化嘅功能。胃功能失去嘅時間咧，就要去到胃，個胃咧就飲嘅嘢啦，就係、是、檸檬、中芹同薯仔4樣嘢，將佢每樣一個，中芹2棵，將佢我嚟洗乾淨佢，唔要根。整碎整乾淨佢，擺喺個攪拌機度加水攪汁飲。咁你點知咁樣飲咧？你肚風一定會好。我可以做手指啊，血管就會好。呢個對血管，所以講飲咧口飲水好重要㗎。飲水咧係佔咗90成㗎，即係所以你一定每日咧都要飲呢樣嘢，個胃功能就會好啦。咁至於食方面咧講咗啦，你食翻嗰啲五穀類嘅嘢，淮山、慈實、薏米，咁加落啲飯度去煮。咁你個胃咧同埋嗰個脾咧就會好啊。咁咧喺中醫嚟講咧，脾同胃咧屬土啊。咁土好嘅時間咧，先至可以生成營養，你先吸收得到。當你有足夠嘅營養嘅時間咧，身體咧就會自己會康復嘅。信賴自己嗰個自己康復嗰個機制，身體就會百病消除，身體健康，萬事勝意。